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老師會介紹一個人俾你哋認識，仲會帶你去參觀佢屋企添噃。究竟呢個係邊個呢？佢就係愛新覺羅·雲力啦，大家都叫佢做乾隆嘅。佢住喺一個好靚好靚嘅屋企裏面，嗰個屋企就叫做紫禁城啦。紫禁城就係故宮啦，係明朝同清朝24位皇帝嘅宮殿，亦都係皇帝同佢屋企人嘅工作同生活嘅地方。紫禁城喺1420年建成，距離而家已經600年歷史啦。紫禁城有紅色嘅牆，有黃色嘅瓦，但係紅色加黃色都唔係等於紫色㗎。咁點解紫禁城又叫做紫禁城呢？原來紫禁城嘅紫就指紫微星門啊。喺古代嚟講，喺星宿當中佢係中心嘅位置，代表皇帝居住喺北京嘅中心。而禁就指禁地，唔係普通人隨便進入㗎，所以就叫做紫禁城啦。紫禁城好大㗎，佢整體呈一個長方形。喺紫禁城嘅外圍有一條闊52米嘅護城河。呢條護城河唔單止可以阻止到啲工程者同埋動物進入，佢仲可以為紫禁城提供咗生活嘅用水。紫禁城一共有4座城門，每座城門都有嚴格嘅出入嘅規定嘅。你知唔知皇帝喺邊一個門度出入呢？就係午門啦。午門有5個門道，正中間嘅門通常都只有皇帝可以出入，而至於皇后只喺結婚嗰日先至可以出入一次嘅啫。你哋又估下紫禁城裏面有幾多間房啊？嗱，100間、1000間？唔係啊，係9371間房啊！如果俾一個啱啱出世嘅 BB 每日住1間，要等到佢住晒全部咁多房嘅時候，已經25歲啦，實在太誇張啦！紫禁城咁大，究竟我哋會唔會蕩失路㗎？不過好彩，佢建造得好整齊㗎，每座宮殿嘅位置都係精心安排好嘅，方便大家記住，唔會咁容易蕩失路嘅。紫禁城咁多間房，究竟啲皇帝住喺邊嘅呢？原來明朝嘅14位皇帝同埋清朝嘅2位皇帝都係住喺乾清宮嘅。但係雍正皇帝好懷念佢父親康熙皇帝，於是佢唔想破壞佢嘅住所，就搬咗去養心殿啦。自此以後，清朝嘅皇帝就住喺養心殿。乾隆就特別喜歡書房嘅，因為佢可以喺書房裏面睇書啦，處理政務啦，或者收藏一啲嘅珍奇異寶啦，或者休息咁樣。你估下佢有幾多間書房啊？原來一共有40幾間書房啊！雖然乾隆屋企咁大，不過有一樣嘢就唔及你哋嘅屋企啦，因為佢連一個沖水馬桶同埋一個可以沖涼嘅浴室都冇㗎。咁佢點樣上廁所同埋沖涼嘅呢？唔使擔心，原來佢有一個隨時移動嘅官房。乜嘢叫官房啊？官房就係一啲嘅便盤，佢可以隨時移動，就好似一個移動馬桶咁樣。而當佢想沖涼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個木桶俾佢浸浴，所以亦都係一個移動的浴室，都幾好啊！喺紫禁城裏面一共有4個花園，分別就係御花園、靈壽宮花園、建福宮花園同埋慈寧宮花園。其中靈壽宮花園同埋建福宮花園都係乾隆時期修建嘅。而御係乜嘢意思啊？御就係皇帝專用嘅詞，
逢親係皇帝嘅嘢，都要喺前面加個御字嘅。皇帝行嗰條路就叫御路，皇帝嘅花園就叫做御花園啦。北京嘅冬天好凍㗎嘛，不過你唔使擔心喎，紫禁城裏面就非常非常溫暖啦，因為嗰度有個非常完備嘅保暖措施。紫禁城裏面有一個叫做暖氣嘅房，佢有條地道，當冬天嘅時候，啲太監就會喺屋外嘅地洞捐入去，然後燃燒一啲嘅炭，熱氣就會經過呢條通道，慢慢升入到去屋裏面，到時屋裏面就會暖粒粒，非常舒服㗎。紫禁城係木造嘅建築，所以好容易着火㗎。喺歷史上記載，紫禁城曾經有100多次嘅大火。不過唔使擔心喎，因為佢有私家嘅消防隊，當一有火災發生，消防隊就會立刻趕到現場將火救熄㗎啦。紫禁城咁大，又冇電話，又唔可以 WhatsApp， 如果遇到一啲危急嘅情況，咁點算呢？其實唔使擔心嘅，佢有一個好厲害嘅報警裝置，就係閣樓同埋石別拉啦。閣樓係一個瞭望台，每日都會派啲嘅士兵去看守住嘅。如果遇到特別嘅情況，或者發現有敵軍攻入嚟嘅時候，佢哋就會透過石別拉通知周圍嘅士兵，士兵就會立刻趕到㗎啦。紫禁城裏面有好多著名嘅景觀，其中最為人熟知嘅就係九龍壁啦。九龍壁就係上面有9條好威風凜凜嘅立體嘅巨龍，非常之美觀㗎。紫禁城係咪又大又靚呢？你知唔知紫禁城裏面邊個係最大嘅宮門啊？邊個係最大嘅戲台？邊一度係着火最多次數嘅宮殿啊？如果你想知道呢一啲嘅資訊，你就唔好錯過呢本書啦。希望同學聽完今日我嘅介紹，就可以多啲去睇呢一本咁得意、咁有趣嘅《我的家叫紫禁城》啦。除咗剛才介紹嘅《我的家叫紫禁城》之外，仲有好幾本書都係非常有趣嘅，就係猜猜我家多少人，我要天天上朝嗎？奇珍異寶在我家，呢一系列嘅書都能夠讓我哋更加認識紫禁城裏面嘅有趣又得意嘅小故事㗎。請同學踴躍去圖書館借閱呢一系列嘅書啦。今日好開心同大家分享呢一系列嘅書，我哋有機會再見啦，拜拜。聽過故事之後，請同學喺2025-2026祈禱週會國際語言日及全校之資訊嘅 Google Classroom 裏邊完成呢一次神秘老師講故事嘅 Google Form。喺閱讀繽紛樂嘅第27頁，將 Google Form 裏邊嘅分數記錄落嚟。填妥咗第27頁嘅資料之後，就可以去到圖書館請家長義工吸印。全年儲齊閱讀繽紛樂嘅活動印仔20個，就可以獲得優點1個。大家要踴躍去到 Google Classroom 回答 Google Form， 然後完成閱讀繽紛樂嘅第27頁，就可以儲到1個印仔㗎喇。拜拜。